尋日俾阿一呢碌挑戰啦，咁呢個全部都係為咗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呢隻病提升呢一個大家認知度。咁廣東話叫乜？我唔知咩側肌，唔知咩症，自己啲嘢查啦。咁啊俾一呢碌咁啊挑戰完之後，梗係要還啦。咁啊亦都係還咗先啦嚇。哇！好大餅啊！啊！哇！嚟！哇！咁啊，我挑戰以下3個人，第一個就係我女神清姐胡孟青，第二個就係我以前嘅老闆壹傳媒主席黎智英，第3個就係香港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莊真嘅。